咱头拄仔有看到新加坡的新总理黄顺才，虽然进前是被人看做李显龙的接班人选，不过透过带领防疫受到肯定，即马嘛正式成做新加坡的领导人。原来这位新的总理会安怎做出甲长期掌权的李家无共款的施政风格，也有所落来伊所面对的难题，咱请详英为咱来说分明。是主播，解判新闻有理路有深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尚莹。今仔日咱要来讨论的，就是新加坡的新总理黄顺才。伫这之前，咱要甲大家做一个解说，就是讲照新加坡的制度来看，其实这个国家因是有总统的，也毋过因总统的地位参英国的元首，其实是马共拢是无啥实权，颠倒是由总理来管国家的大细项代志。因为这个总理，伊就是由国会上大党来做决定，而且会当无限期连任。现主时，新加坡的国会就是由人民行动党来做头家，自第一代的李光耀、吴作栋、李显龙，一直到即卖黄顺才，因四个人全部拢是人民行动党的人。也那历届政权也伫个李显龙食老落任了后，就正式结束。也那这个黄顺才到底是安怎会当副总理做2党就来接任总理咧？其实黄顺才有一寡家己的特色，咱来看，伊是头一个伫咧新加坡建国了后出世的总理。这也就是讲，新加坡的这个总理黄顺才，伊是一个新世代的代表，新的风气、新的气象。另外，这个黄顺才，伊家己嘛是读经济，也阁有公共管理的双硕士，这也代表黄顺才伫咧经济甲公共管理这2个领域，伊是的确有家己的专业。另外，上届互大家学乐的，就是黄顺才伫咧新冠疫情期间，伊是带领规个国家团队做伙来防疫，而且呢，详细听报告掌握疫情，伊的行动也真受到大家肯定，也阁有信任。另外，这个黄顺才伊的风格就是重视团队，伊有讲会找一寡少年辈来加入伊的执政团队，另外嘛会用这个开放的态度，谦虚来接受大家意见。做伙来带领新加坡这个国家，也毋过新加坡这个总理黄顺才，伊伫咧接任总理了后，其实伊嘛面对真侪挑战，也就是讲，即马中美的关系是真紧张，而且黄顺才佫讲，这新加坡其实是要徛高平的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新加坡到底是要安怎伫这个局势当中来生存，而且做出应用，这对黄顺才来讲是一项真大的挑战。另外一项挑战，也就是新加坡的国内即马厝价真悬，而且好野善，政差真大。要安怎解决这项问题？这对黄顺才来讲，也是考验到伊的智慧，也阁有能力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法新闻，咱即马甲现场交通向主播。